这怎么回事？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障眼法，苏成，你为了充门面，连你神隐峰唯一的镇风之宝都给偷了出来，这可是违反宗门规定的。镇风之宝，师兄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那破地方了吧？这就是我随手捡的一根破棍子罢了。你放屁！一根破棍子能有龙吟？当我是傻子吗？怕什么？他那是虚张声势。这小子只不过是一个毫无修为的肉体凡胎，就算拿了神器，也是小儿五大锤，根本发挥不出威力。拿着为师的青霜剑，你是炼气五重，他只是个凡人。给我把他的腿打断成3截！多谢师傅，徒儿这就送他上路。小子，别怪兄弟手黑，要怪，就怪你拜错了师傅。师傅，徒儿，为师送你一句话无需花哨一棍足矣。师傅，我好，既然师傅信我，不能给师傅丢脸，拼了！给我死来吧！师傅，什么？我赢了，师傅，我赢了！青霜剑，我的青霜剑呢？苏成，你毁我宝剑，伤我爱徒，你这是在向黑鹰峰宣战！哎呀，这就是师兄口中的极品灵剑，怎么跟纸糊的一样？不会是从哪个地摊淘来的吧？师兄，看来你不光眼神不好，买东西还容易上当受骗。爽，太爽了！看这老狗吃瘪的样子，比吃了人参果还爽。哎，不过刚才是谁说要将我徒弟腿打成3截的？现在该到你信守承诺了吧？什么承诺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峰主，你敢动我？不敢。不过刚才大家可都听到了，新弟子比试，生死勿论。你的灵剑折了，只能说它质量太差了，怪不得别人。好你个苏成，今日之耻，我黑鹰必100倍奉还。1个月后就是宗门大比，就凭这个5行杂灵根的废物，我看你怎么过这一关。抬上这个废物，走！走！不用怕他，为师还有准备。走。这苏峰主深藏不露啊！师傅，这棍子真的是神器吗？徒儿，神器也好，凡铁也罢，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。你若心中有无敌意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。徒儿受教了。这不血赚，一把神器到手，接下来该想想怎么忽悠这傻徒弟继续给我刷装备了。走，回峰，为师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好。师傅，咱们峰是不是有些破啊？这叫返璞归真，你懂不懂？还有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你逆天改命的起点。站起来！是，师傅。师傅，你得给我报仇啊！这个爷爷，这个废物！闭嘴！没用的废物，连个凡人都打不过，真是丢尽我的脸面！师傅饶命啊！师傅！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回峰主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断了神隐峰所有粮草和灵石的供给。好，很好。
苏成，你不是喜欢装清高吗？我看你能撑几天，饿死他们。可是府主，掌门虽然下了宗门大比的命令，但如果还没有到宗门大比的日子，人就饿死了。蠢货！谁说是饿死他们？那是他们修炼走火入魔，暴毙而亡。1个月太久了，我等不及要看苏晨那个废物跪在我面前的样子。光是断粮还不够，传我的令，去把后山禁地那只嗜血妖狼给我放出来。府主，那可是筑基期的凶兽啊，而且生性嗜血，一旦放出来，就连那苏成也才练习4层，神风怕是要……我要的就是鸡犬不留。苏成，你不是有一根烧火棍吗？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棍子硬，还是我的狼妖牙齿硬。师傅，徒儿是不是快死了？我就知道，像我这种废柴，就算拜了仙人为师，终究还是会饿死在这山头上。该死！别说宗门大比了，要是今晚这小子饿死了，我这陈一峰就真的成凶宅了呀。可为师全身上下连个馒头渣都没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是3年前前任峰主留下的辟谷丹，这毛长得比我都高了，这玩意儿吃下去，真的不会当场升天吗？师傅，若再有来生，徒儿再报答你。不管了，怼吧！十二，说什么胡话？有为师在，阎王爷都不敢杀你。好徒弟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发霉的泥丸。糊涂！这是为师在一处上古秘境中九死一生才获得的万古长青丹。万古长青，可是它长毛嘞。那是药效太过霸道，引起了天地的嫉妒，才生出了这一层伪装。原来是伪装啊！这颗丹药，为师想在突破金丹期时服用，但现在你比我更需要它。师傅，你也饿了？莫管我，为师早已辟谷，快服下。我真该死啊！我竟然嫌弃它长毛，师傅这是把自己的成道机缘让给了我。宁愿自己挨饿，也要把唯一的希望给我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师傅啊！师傅，这丹药太贵重了，徒儿不能吃。吃下去。若此次宗门大比要是输了，你才是真正对不起这枚丹药。好，徒儿一定不让师傅失望。千万别死呀！我操，真有毒！检测到宿主不仅收徒，更以身试血，赐予徒弟剧毒霉变过期辟谷丹，以此磨练徒弟心智，感动天地，触发极品暴击10万倍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9转洗髓神丹1瓶，极品灵米500斤，千年妖肉兽100斤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热，师傅，我好热啊！
师傅，我感觉身体有一股气在爆发。师傅，这味儿，哎呦，果然是九转洗髓丹的效果。通了，都通了。炼气1重，2重，不，神炼气5重。师傅，这真的是神丹啊！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师傅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是再敢说沈尹峰一句不是，我叶岩必杀之。机操物六，既然突破了，就去后山洗洗吧。臭死了！啊！徒儿明白了，徒儿这就去洗干净，回来给师傅守夜。哎，一个过期的丹药，一夜就能制造出修炼5重天的修炼天才。嘿嘿嘿，那这新鲜的九转神丹，岂不是要立地升仙？徒弟吃一个过期的丹药，都能连升2级，那我吃这个新鲜的，这感觉爽啊！筑基巅峰，马上就能结丹了。哎呀，一不小心成了高手，我的修为以后在宗门也算看得过去了。这大晚上怎么有狼叫？去看看。赤血妖狼，这不是宗门禁地的凶兽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师傅救命啊！啊！我竟然挡住了。对啊，我有师傅赐予的神器。敢在这里撒野，今天我打死你！不对，师傅！哎，师傅！孽畜，沈影峰岂是你能来撒野的地方？来都来了，那就别走，正好加个餐。哇，师傅，那可是筑基期的妖兽啊！您一直就……区区妖兽何足挂齿？徒儿，今晚吃烤肉。师傅喂我！都准备好，昨晚的动静，沈尹峰估计没活人了。进去把苏城和那个小子尸体给我抬出来，记得别被妖狼咬了啊！哎，好香啊！什么味儿？像是烤肉味儿。哎，那是嗜血妖狼？被烤了！哎呀，这不是执事大人吗？哎呀，这么大早来给我送棺材，哎，正好这狼肉有点柴，要不你尝尝？师傅，
你手艺真好。筑基期的妖狼被当早餐吃了。对了，回去告诉黑鹰师兄，这狼肉味道不错，但是下次记得送个肥一点的啊！滚吧！什么？筑基期，快跑啊！走！凤主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尸体抬回来了？没有尸体，妖狼被他们烤了吃了。什么？他可是筑基期的妖狼，苏晨他怎么可能？正愁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收拾他，残害同门灵兽，按宗门律例当诛。赵狂，弟子在。你是炼气第6重的修为，比那苏城高出2个境界。随我一起去神隐峰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羞辱他，我还要废了他。等他的丹田破碎，成为一介凡人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留在玄天宗。一切听从师父安排。苏城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哎，这大清早的哪里来的疯狗乱叫啊？哟，原来是师兄啊！苏城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杀害我黑鹰峰的阵风灵兽！这赤血妖狼可是为了守护宗门才饲养的，你竟敢把它烤了吃了！师兄，你冤枉我了。昨天这只小狗迷路了，跑到我这里，还咬伤我的徒弟。我这是正当防卫。再说了，他也没带项圈，我也不知道这条狗是你杀的。废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拆你这破店。赵狂，是。苏师叔得罪了，弟子特来讨教2招。讨教？你也配？苏城，杀鸡焉用牛刀？对付你们这种小货色，还不配我师父动手。我来陪你们玩玩。你呀，一个刚入门的废物。赵狂可是炼气第6重，你找死吗？你们不妨试试，想和我师父比试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。什么呀？自不量力啊！好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别人。赵狂，给我废了他！是。小子，是你自己要找死的。你。这赵狂练的是硬功，叶岩虽然升级快，但毕竟实战经验少，而且没穿护甲，万一被打坏了，谁替我参加大比啊？哎，且慢！师父，等一下。徒弟，天气转凉，为师怕你冻着，正好这件衣服。这件战袍是为师曾经征战沙场时穿的，虽然旧了些，但防御力尚可。一件破麻袋还战袍？苏城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傻逼！穿上。哇，谢师傅赐宝。师傅穿过的战袍效果一定非同凡响。检测到宿主赐予徒弟破旧麻布衣，拉紧，触发5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9天玄光甲极品灵气，徒弟身上的麻衣已自动附魔，升级为金丝软猬甲，上品法器，自带反伤。这波稳了。哎，没完了，寿衣穿好了吗？受死吧，离野地斩！
我的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哇，师傅，这宝贝神了！徒儿刚才硬扛一剑，我这一点都不疼啊！哎呀，现在这年轻人，这身体素质也太差了吧！这连件破麻衣都砍不动。哎呀，黑鹰师兄，你们这黑鹰峰不仅养猪专业，连碰瓷也是一流的。苏成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这事儿没完！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废物抬上，走！爽，太爽了！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强度吗？那是。储物袋。这是黑鹰师兄走得太着急，把私房钱都落这儿了。师傅，这是黑鹰峰峰主落下的，我们私自扣下，是不是有点儿？徒儿，此言差矣。他带人打坏了我们的山门，踩坏了这里的花花草草，还吓到了你，这叫精神损失费和山门修缮费，这叫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哦，师傅言之有理，是徒儿狭隘了。哼，让为师看看这老小子攒了多少家底。哇，1000块下品灵石，还有聚气丹，师傅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啊！哇塞，还有修炼功法，师傅，这普通弟子的1个月月俸才2灵石，这些够我们吃10年的了。徒儿，格局要打开，瞧你那点出息。哼，这画工也太差了，就这种掌法，用来劈西瓜的吧？还好意思叫黄阶高级？丁，检测到宿主赐予徒弟碎石掌，触发5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天阶顶级神通大荒求天指，恭喜宿主获得悟道茶一罐。徒弟手中的功法已自动蜕变为天阶神通大荒求天指入门篇。大荒求天指，这可是能戳破苍穹的神通啊！还有悟道茶，好，这波血赚。一言，接着。这天阶神通，大荒求天指，师傅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天阶功法啊！这整个玄天宗连地阶都没有，你随手就扔给我一本天阶的，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区区天阶功法而已，在为师眼里不过是来垫桌脚的垃圾，凑合练吧，别给为师丢人。师傅，您对我太好了，徒弟一定日夜努力修炼，不辜负师傅的神。天地！哇，这就是天界神通的魅力啊！我才刚入门就有如此的破坏力，那等我修炼大成，那岂不是毁天灭地呀？没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的储物袋呢？那可是我攒了50年的灵石，我的棺材本啊！峰主，会不是落在山野峰了？毕竟咱们当时走得急，就苏成，一定是那杂种捡走了。他不仅打伤我的人，还吞了我的全部身家。
辅助，苏成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副主，小的倒是有个主意。听说丹药峰最近出了个麻烦，那个叫陈灵儿的丫头，体内的恶难毒体就要彻底爆发了。现在谁战谁死。丹药峰正愁没地方扔这个烫手山芋，如果我们把它弄到神隐峰去，妙，太妙了！那毒女的毒气，连金丹级长老都忌惮3分。若是把她塞给苏成当徒弟，不用我们自己动手，那个毒女就会把神隐峰变成一片死地。传我的令，明天一早去丹药峰要人。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苏成你怎么翻盘。是。师傅说过，大道至简，这一指尽天地的气势，大荒求天指，破！哇，这就是天阶神通的力量！不，一指碎石，体力铸指。是师傅的神丹为我重铸了经脉，是师傅的恩情给我力量。师傅，您看见了吗？徒儿练成了！1个月之后的大比，我要让所有看不起神隐峰的人，都在这一指之下臣服。好香啊！哟，苏师弟，起这么早啊？哎呀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最近发财了，黑鹰那个铁公鸡的私房钱都被你掏空了。苏师弟，你现在的手段真是越来越让姐姐敬佩啊！师姐，这大早上的火气别这么大。再说了，那是黑鹰师兄给我们神隐峰的修缮费，怎么能叫掏空呢？苏师弟的嘴可真是越来越硬了。不过姐姐这次来可是来给你送保命符的。黑鹰那个老家伙这回可是气坏了，听说他最近会去丹药峰找那个毒体魔女来对付你。毒体魔女？陈灵儿？没错，这个丫头现在是谁碰谁死，像个炸药一样。黑鹰正打算把她塞给你，当做你的徒弟，好拿她的毒体对付你神隐峰。不过苏师弟若是害怕了，可以来找姐姐，姐姐可以帮你。不过呢，事成之后，你可要陪姐姐好好探讨一下人生。怕？开什么玩笑！老子刚吃了9转洗髓神丹，早就重铸了无垢金身，区区恶难毒体算个屁！这种特殊体质要是收为徒弟，系统返还的奖励绝对炸裂！多谢师姐报信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不过，这个魔女我要定了。苏成，给我滚出来！谁呀？哟，师兄。苏师弟啊，师兄看你神隐峰人丁稀薄，特意去丹药峰为你求来了一位绝世天才。杀了我！我求求你杀了我！别让我再害人了！闭嘴！贱人，能拜入神隐峰是你的福气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苏成啊，这丫头是万中无一的恶难毒体，正好你这大徒弟也是个废物，毒物配废物，简直是天作之合呀！师兄忍痛割爱呀！怎么样，这份大礼敢不敢收？敢不敢收？敢不敢收？你们欺人太甚！
把人当动物一样关着，算什么同门？别冲动，那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要咬回去啊？多嘴！哼！别过来，会死的！只要靠近我3尺，你就会立马化为脓水。快走啊！找死！他的毒气连我都扛不住，你？哼！陈灵儿，你可愿做我的徒弟？我是在行，我是怪物，不行。世人看你是毒，我看你却是药。我许你万毒不侵，许你绝世风华。你可愿意？弟子愿意。既然拜了师，为师便送你个见面礼。说，吃了它。一颗下品解毒丹，苏成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他的恶难毒体连6品丹药都压制不住，你拿这种垃圾货色有什么用？哼！检测到宿主赐予徒弟下品解毒丹，垃圾，触发10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太清造化神丹。检测到徒弟体质特殊，太清造化神丹自动转化为恶难毒体掌控丹。井底之蛙，岂知天河之广？徒儿，吃了它。师兄，这儿呢。师傅，毒被控制住了，我不痛了。这不可能，恶难毒体被治好了。师兄，多谢你送来的绝世天才，这位徒弟啊，我沈一峰收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这是恶难毒体，怎么可能被一个丹药给治好了？苏成，肯定是你用了什么邪法，暂时压制住了他的毒性。你这是在害他，在把整个宗门置于险地。师兄，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当初是你把人家扔过来，现在人家变好了，你又反悔了。少废话！这丫头是个祸害。既然你不知死活，那我就替宗门一起清理门户。苏成，今日我就让你知道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，你的那些旁门左道全是狗屁。师傅，小心啊！绝对力量。师兄既然想打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。师傅，你是沈雨峰最后的希望，徒儿来挡住这条老狗。只要你还活着，沈雨峰就有希望。你快走啊！师傅，是我害了你，我是个灾星，我不该连累沈雨峰，我不该连累你。苏成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金丹期的实力，是你这种筑基蝼蚁永远无法仰望的存在。后悔吗？恐惧吗？晚了，记得下辈子投胎别招惹我。金丹期很强吗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境界不过是个笑话。黑鹰灭世斩！大荒求天指，一指求天地。这是什么神通？这不可能！我的本命飞剑，挡住！给我挡住！
师兄，你这金丹期有点水啊。这是凡人能拥有的力量吗？一指断山河，一指求天地。师傅，那果然是隐世大能啊！师傅好帅，连金丹期的恶霸都被师傅拍死了。以后有师傅在，世间还有谁能伤我分毫？这是什么？苏城居然藏得这么深，这是金丹期，就算是大长老也不可能这么轻松的赢的。师兄，做人最重要的是听劝，让你养猪，你非要和我比划。现在好了，脸先着地，连猪都嫌你丑了。啊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你们的猪头峰峰主抬回去啊！告诉他，神隐峰不可辱，这次只是教训，下次就是灭峰。苏师弟，不，这次应该叫苏真人了。刚刚你的一指可是指到姐姐心里去了，人家的心脏现在还在扑通扑通的跳呢，要不摸摸？师弟如此藏拙，莫不是怕被姐姐知道，把你吃干抹净？谢谢师姐夸奖。哎呀，就是区区保命的小手段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一指镇压金丹还叫小手段？弟弟在姐姐面前还藏拙。不过这一次你闹的动静未免也太大了，掌门和各大峰主应该已经注意到了。如此，天剑峰那个老顽固，他可是出了名的护短又小心眼，这会儿应该就在磨剑了。谢谢师姐关心，不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苏师弟，要是你一个人扛不起来，可以来找姐姐啊。姐姐啊，姐姐的洞府随时欢迎你。徒弟们，今日一战，黑鹰那厮不堪一击，但你们要知道，修仙界危机四伏，为师护得了你们一时，但护不了你们一世。师傅放心，徒儿一定努力修炼，早日帮师傅分忧。师傅，灵儿不想当花瓶，灵儿要变强。孺子可教也，你们能有如此觉悟，为师便赐你们无上大道。等着啊！哎呀，这黑鹰也太穷酸了，除了零食，全是这种地摊货。铁布衫、五毒掌，这种东西拿去给我擦屁股都嫌硬。算了，反正我有大黄求天纸了，这些垃圾留着占地方，不如扔给徒弟刷点经验。杨二、灵儿，为师看你们修炼刻苦，这有2本垃圾，2本秘籍，送给你们，拿去练手吧。检测到宿主赐予徒弟垃圾功法铁布衫五毒掌，触发10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荒古圣体本源，恭喜宿主获得万毒真经地经篇。受暴击奖励影响，徒弟手中的功法已自动进阶为荒古圣体诀筑基篇与万毒真经入门篇。师傅，这就是您说的功法？好恐怖的毒道真意，这里面的毒术比丹药峰的镇分之宝还要高深100倍。师傅，这太贵重了。大惊小怪，这些垃圾功法在为师眼里只能用来垫桌脚。记住，功法只是外物，唯有道心永恒，知道吗？行了，抓紧修炼吧。谢师傅赐徒儿无上功法，徒儿定当誓死追随师傅。去吧去吧。嘿嘿，垃圾变神功还能刷好感，这系统真是太懂事了。徒弟练个残篇就这么激动，我这完整版的本源不知道威力如何。
这是什么气息啊？比黑鹰风主还要恐怖100倍！师傅的气息在快速暴涨。这就是金丹期的巅峰吗？荒古圣体出城，我感觉我现在一拳能打死10个黑鹰。师傅，突破了，基本操作而已。刚刚为师只是参悟了一下天道，没想到动静这么大。没打扰到你们修炼吧？没有，师傅神威盖世。果然还是收徒弟升级快啊！想我之前的3年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，现在收了2个徒弟，几天功夫就金丹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当年就算去抢，也要抢个徒弟回来啊！你们现在修炼速度确实很快，但实战经验就如同一张白纸，光有境界没有技巧，出去也是送菜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们要加倍的修炼。什么时候突破了筑基期，为师便带你们下山历练一番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修仙界。真的吗？师傅，我们可以下山了？听说山下有好多好吃的。当然了，但不过前提是筑基期，达不到要求就在山上给我老实待着。是，徒儿一定拼命修炼。滚！疼死老子了！苏城，你他妈下手真狠呐！我的金丹，我的修为，居然被打落到了筑基初期，真是奇耻大辱！此仇不报，我黑鹰誓不为人！副主，你消消气啊！大长老那边有消息了。怎么样？大长老肯出山了吗？只要大长老能出手，捏死苏城，就像捏死一只蝼蚁。大长老正在闭死关，准备突破元婴期。童子说，至少还有半个月才能出关。什么？半个月？还要半个月？难道这半个月就让苏城那个杂碎逍遥法外吗？我不甘心！副主，好，半个月就半个月，苏城，你就趁着最后的时间得意吧。等大长老出关之时，便是你神隐峰陨落之时。到时候，我把这半个月受的罪，1000倍、10000倍的还给你，小子，我再忍你半个月。万毒真经果然厉害，这半个月我已将体内的恶难毒气彻底炼化，修为也到了炼气8重。荒古圣体，撞！师兄这么拼命，我也不能落后，一定要在师父的规定时间内筑基。哇，炼气9重了，只差1步就能筑基。这才是生活嘛！徒弟在拼命，师傅在躺平。哎呀，每天只需要喝喝茶、晒晒太阳，这修为自己往上涨。金丹后期，这荒古圣体和悟道茶简直就是作弊神器，别人修炼几百年才能摸到门槛，
我只需半个月就能跨过去。哼！这次下山，总要给2个小家伙找些趁手的兵器，不能以后打架，一个抡火棍，一个撒石灰粉吧？这也太掉价了。有人来了，这气息锋芒毕露，不是黑鹰那头蠢猪啊。大长老，就是他，这个杂种，他不仅废了我的修为，还吞了我的全部身价。大长老，一定要为弟子做主啊！你就是苏成？哪来的老白毛？火气这么大，也不怕闪了腰？牙尖嘴利。老夫雷千珏已突破元婴，乃是这玄天宗的顶尖战力。小子，听说你很狂，敢废我黑鹰峰的人。大长老是吧？年纪大了，耳朵也不好使。事情的经过，想必黑鹰师兄没和你说清楚，是他先带人上门挑衅，又断了我的粮草，还放妖兽要杀我的徒弟。我这属于正当防卫，怎么到你这个老白毛嘴里，反倒成我的错了？你少给老夫扯这些没用的。谁先动手重要吗？谁对谁错重要吗？在修仙界，拳头大就是道理。你惹了我的人，就是打了老夫的脸；你惹了黑鹰峰，不管你有理没理，就是你的死罪。嘿呦，按照大长老这么说，看来是不准备讲道理。道理？那是弱者才需要的遮羞布。老夫就是道义，老夫就是天。对，大长老说的对，弄死他，把他的圣风夷为平地，把他的骨头拆下来喂狗。小子，老夫也不欺负你，只要你现在自废修为，然后给我徒弟磕3个响头，再把那毒女送给我炼药，老夫可以留你一个全尸。休想！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我师父没错，是你们欺人太甚。老东西，你做梦！想拿我炼药，除非我死！聒噪！居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都去死吧！为什么总有人逼我出手？元婴期很了不起吗？师父，不可！那可是元婴一击，别去！师父，不要啊！无妨，荒古圣体，万法不侵。这种程度的雷电，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，伤我。下辈子吧。鹰之怒，伏尸100万，给我灭！死了，这次肯定死了。正面硬接元婴一击，就算是金丹圆满，也得化成灰。不知死活的蝼蚁，这就是挑衅老夫的下场。就这啊，大长老，你是雷电一击是在给我按摩吗？没吃饭吗？力气这么小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毫发无损！这可是老夫的元婴金之雷诀。你是体修？不，这是幻觉。半个月前他是筑基期，怎么可能硬接元婴期？怎么，大长老，你没电了？要不我借你2块灵石充充电？此子肉身强横的离谱，身上定有大恐怖。刚才那一击虽然只用了70%力，但也绝非金丹期能轻易挡下。此子身上定有重保护体，
应聘恐怕有变，不如先用弟子探探虚实，耗他心神。该死，连大长老的元婴一击都奈何不了他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不行，要是大长老也输了，我黑鹰峰就彻底完了。必须想个办法，既能保住大长老的面子，又能让沈隐峰吃瘪。对了，他那2个徒弟……大长老，且慢，这个小子邪门的很。刚才肯定是用了一种一次性保命的法宝，才能挡下这一切。现在肯定是强弩之末，故意虚张声势想吓退你。哼，老夫又岂会看不出他的小把戏？不过，大长老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？您何必为了杀这种蝼蚁脏了您的手啊？而且，他那2个徒弟底细清白，半个月前还是废物。就算苏城再古怪，他那2个徒弟肯定还是垃圾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苏城，你身为峰主，靠一些邪门歪道硬扛算什么本事？有种，让你这2徒弟下来，咱们按照宗门规矩，弟子比试，3局2胜。若是你徒弟输了，你就承认你沈隐峰教导无方，误人子弟，然后乖乖把沈隐峰交出来，再自费修为。啊？弟子对决？你们确定？老狐狸摸不透我的底细，就想对我2个徒弟下手，算盘打得挺响，可惜了呀！你们千算万算没算到，我给我的徒弟也开挂了。哼，怕了，就跪下磕头。怕？我是怕把你们给打死。师傅，让我上。我早就想揍这帮孙子。师傅，灵儿的毒是饿了。好，既然有人把脸伸过来让我们打，那就成全他们。接招吧，我希望你们撑得久一点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李狂，弟子在。峰主放心，我会好好疼爱疼爱这几个废物。第一场，你们谁来受死？灵儿，第一场你去。好。派个娘们儿出来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谁碰谁死毒女吧？怎么想用美色勾引我们李师兄？长得挺标致啊，只要你乖乖认输，陪师兄快活快活，师兄保证不弄花你的脸。你无耻！你无耻！灵儿，莫怕。哎，拿这个，若是觉得脏了手，就用它擦擦。师傅，这是一块擦汗的手帕罢了。去吧。检测到宿主赐予徒弟普通手帕，触发半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浑元遮天幡，徒弟手中的手帕已自动进阶为万毒噬心帕。随便给个手帕就能变成万毒噬心帕，这可是上品的法器啊！配合灵儿的万毒真经，简直就是大杀器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还有这混元遮天幡，听起来应该也是好东西。去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毒。请赐教。赐教？那师兄先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毒。李狂可是我黑鹰峰实战第一人，小丫头，你死定了！什么味道这么香？我的灵力，我的手！救命！救命！师傅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我就是挥动了下手帕。灵儿，快把这手帕收好，别误伤了花花草草啊！好。
这是什么毒？竟然可以瞬间放倒炼气巅峰的修士！绝对不是一块普通的手帕。苏成，你作弊！你给他使用禁气！好霸道的毒气，无色无味，出之即溃。此等法宝，就怕是连筑基期的修士也未必能抵挡得了啊！哎，大长老言重了，就是一块擦汗的手帕罢了，可能是材质比较特殊，容易滋生细菌。嘿嘿嘿。黑鹰师兄，第一场承让了。哎呀，快把你的弟子带回去抢救吧，再晚啊就真死了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的徒弟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偷袭，真是胜之不武。这种营法，你们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掉大牙？笑掉大牙！黑鹰师兄，你的徒弟拿着淬毒的匕首冲上来，怎么没见你说胜之不武啊？只许你们黑鹰峰放火，不许我神影峰点灯啊！师妹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刚才这么一挥，我以为你要给那小子擦汗呢，没想到你直接把他给送走了。这毒功绝了！都是师傅教的好，还有这个手帕真的好厉害。哎，低调低调。我们神影峰向来以德服人，下次下手轻点，别把人吓坏了。苏成，少在那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真是胜之不武。哎，师兄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是你弟子主动冲上来的，我徒弟属于正当防卫，怎么输不起啊？谁说我输不起了？刚刚只是热身。王丽，弟子在。苏成，别说我欺负你，王丽可是实打实的筑基期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赢。筑基期，师兄，你这就有点不要脸了。新弟子比拼，你派你手心大弟子出来应战？哎，谁规定新弟子比试不能派首席啊？只要是我黑鹰峰的弟子，谁都可以上。怎么怕了？怕了你就认输啊？不错，既然是比试，自然要全力以赴。苏成，若是你的弟子接不住，那也怪他们学艺不精啊！师傅，不用跟他们废话了，筑基期又如何？我早就想领教一下。这一战我来。好，既然你想打，那就去吧。记住，下手轻点，别把他打死了，药费挺贵的啊。好狂妄的小子！你一个区区的炼气期也敢挑战我筑基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是境界的鸿沟。鸿沟，看我填平他！来战！小子，你连个兵器都没有，怎么？你打算用你的双手硬接我的斧子吗？且慢，空手确实吃亏。其实对决，为师有件上好法宝送给你。徒儿，此物为上古混元金砖，重若千钧，无坚不摧。这什么板砖？他不是来盖房子吧？真是笑死我了！检测到宿主赐予徒弟普通青砖，触发5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翻天印，徒弟手中的板砖已自动进阶为裂地金砖。接着，好沉，好硬啊！师傅果然没骗我，这绝对是神物。去吧，用它拍扁一切不服。小子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你打算用这个破板砖就能赢了我？王丽，别对他客气，把他的脑袋劈开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兵器。哗众取宠，区区一块烂板砖就想抵挡筑基期的斧子，简直是螳臂挡车，自寻死路。受死吧！开神符，黄金升体。我的斧子！你！
怎么会这样？哇，真是个宝贝啊！简直是为了我的荒古圣体量身定做的。刚才我的力量提升了10倍啊！筑基期被一板砖拍晕了，这可是下品仙器开山斧啊，居然被拍成了废铁。那板砖绝对不是凡物，自带重力立场，无坚不摧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翻天印的仿品？太可怕了吧！这神隐峰的人难道都是怪物吗？居然一板砖就秒杀了筑基期，这还怎么打？哎呀，诸位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徒弟呢手劲有点大，没收住啊。苏成，你给他们用了什么邪术？一个独倒炼气巅峰，一个拍晕筑基初期，这绝对不是他们应该有的实力。不是你个老头，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我神隐峰弟子个个天赋异禀，越级挑战如喝水吃饭，这很合理吧？合理个屁！那板砖、那手帕根本都是极品法宝，你作弊！大长老，一定不能放过他，他这是在羞辱咱们黑鹰峰。羞辱啊！师兄，是你们主动把脸送出来让我打的，现在打不过又说我作弊，怎么？你们黑鹰峰的脸皮比我板砖还厚啊！你，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！看来老夫今日若不给点教训，真当我黑鹰峰无人了。教训？大长老是要亲自下场教训我一个晚辈吗？来啊！正好我手痒，缺一个沙包练手。雷千珏啊，这是吃错药了。堂堂金丹大修，竟跟神隐峰那个废物峰主对上，也不怕失了身份。那不是苏成吗？听说他3年都没有突破炼气5重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敢跟雷老虎叫板，他是找死吗？完了，苏峰主这回死定了！炼气期对元婴期，这简直是蚂蚁撼大树啊！哎，神隐峰那2个弟子当真是厉害，一个一挥手帕就毒倒了一个炼气巅峰，一个一板砖就拍倒了一个筑基初期。什么？炼气期修士拍晕了筑基期，此话当真？毒倒了炼气巅峰？难道那个女娃子真的是天生毒体？苏成，当众辱我黑鹰峰，老夫今日便替掌门清理门户，哪怕背上以大欺小的骂名，老夫也要废了你！诸位同门，大家可都听到了，是大长老自己和我过不去。若是待会儿我把他打残了，诸位可帮我做个见证，我是正当防卫。打残元婴期，这苏成啊，怕是疯了，他才多大呀？狂妄无知，元婴法相！元婴法相，这雷千珏这是疯了吗？竟然对付一个晚辈，祭出了元婴法相，这是要杀人呐！苏成，跪下受死！有点意思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大的，那我陪你玩个大的。苏成，这就是元婴期真正的力量。在这股力量面前，你所谓的金丹，所谓的法宝，不过是笑话。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自废修为，否则这一掌下去，你会连渣都不剩。完了，元婴法相一出，别说苏成只是金丹期，就是半步元婴也接不住啊！苏成，这次是真玩脱了。哎，可惜了，这2个好苗子，快跑吧！这要是波及到我们，我们都得死。苏峰主这死定了。师傅，不要！退后，一大步。这就是你的底牌，雷声大雨点小，花里胡哨。
既然你这么喜欢玩雷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雷霆万钧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给我念！大荒求天指，20岁山河。这是什么？我的发家！刚刚那一指竟然引动了天地法相，这苏城明明只是金丹期，怎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杀招？难道他已经触摸到了化神的门槛？一指碎法相，一指镇元婴，这等战力，就算是掌门亲至，也未必能做得到吧？这沈隐峰还真是藏了一条真龙啊！苏峰主威武！苏峰主威武！苏峰主威武！元婴期，就这？大长老呢？这就没了，那可是元婴啊！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师兄，师兄，大长老已经下去了，要不你下去陪他？不要，苏哥，不，苏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师傅威武！什么元婴大圣，什么黑鹰峰主啊，在我师傅面前，那通通都是土鸡瓦狗。哎，只需要一指就可镇压住天。师傅太帅了，以后谁敢欺负我们沈隐峰，师傅一指头戳死他。哎呀，低调低调，急操勿六啊！我们沈隐峰向来是以德服人，至于你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还有，把你们黑鹰峰这几年的资源送到我这里，就当做精神损失费。还有，以后见到我们沈隐峰的人，绕着走，滚！是，多谢苏爷爷不杀之恩，我这就滚。拉我呀！走，快点儿！走，快点儿！此子深不可测，蛰伏3年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竟然能一直碾碎元婴法相，此等修为，恐怕已不在大长老之下。何止是不在大长老之下呀？他刚刚那一指，分明是蕴含了大道真意。他已经触摸到了化神境的门槛，咱们玄天宗要变天了，沈隐峰从此崛起了。诸位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若还有谁不服，欢迎来沈隐峰送人头。不过记得带好买命钱。撤！苏峰主，这是我们家峰主的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这些垃圾就放这儿吧。垃圾？这可是灵石和灵丹，您说它是垃圾？放这就回去吧。是。走。哇塞，这么多灵石，这么多丹药，师傅，我们发财了！这些草药虽然品质一般，但也够我不眠不休练1个月毒了。瞧你俩那点出息，就这点破烂就给咱们打发了？黑鹰那小子也太抠了，全是些边角料。不过也好，正好拿来刷系统。就这种垃圾也配给我的徒弟用？这黑鹰是打发叫花子吗？朋友们，记住，身为我沈隐峰弟子，修炼一定要用最好的。选收到宿主回收劣质丹药、废弃材料，并赐予徒弟，触发10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9转金丹。受暴击影响，即将赐予徒弟的物品已自动进阶为极品触击丹与淬灵石。拿着，
这才叫修炼资源嘛！这是极品筑基丹，还有这块石头，里面居然蕴含着天地规则。这毒草就是传说中的万年毒王草。哟，这种修炼资源，连大宗的头号弟子都享受不到。师傅，您对我们太好了。师傅的大恩大德，灵儿永世难忘。大惊小怪，就这些东西，在为师眼里都是垃圾，用到你们手里正好废物利用了。既然拿了东西，就滚回去修炼啊！3天之内达不成筑基，就别想下山。是师傅。走吧。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成了。师傅，徒儿筑基了。我现在感受到身体里面的荒古圣体已经完全觉醒了。别是我一拳打死10个以前的我，就算是上次扛到的那个叫什么王力，我一指头就能碾死他。师傅，我也筑基了，我的万毒真经第1层已经圆满。现在我不仅能放毒，还能控毒。以后谁要敢惹师傅，我就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，没给为师丢脸啊！看来那些丹药没有白吃啊。唉，雄鹰总要展翅，猛虎总要下山。既然你们已经筑基了，就有在修仙界行走的资格。收拾东西，为师要带你们下山历练。这玄天宗太小了，我们要去外面的江湖干一些真正的大事，要把我们神隐峰的名号在整个修仙界打响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下山了！别坏我了，我要去最大的酒楼吃最好吃的肘子，我吃10个。师兄，你就知道吃。看看人家，我买漂亮衣服，还要去胭脂铺。听说山下的胭脂可好看了，还不如我。红烧肘子啊！漂亮衣服你出去，满脑子就知道吃喝玩乐。我们下山是去历练，外面世界很危险的，别人把你们卖了，还帮人家数钱，知道吗？是师傅。是师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下山除了带这俩货去见世面，最重要的还是找找有没有资质不错的徒弟，希望能找个省心的。要是再来个吃货或者购物狂，我这神隐峰迟早得破产了。苏成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的修为，我的积蓄，还有我的尊严，甚至连大长老都被你一击重伤，至今生死不知。现在整个玄天宗都在看我的笑话，说我是个只会养猪的蠢货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副主，刚得到消息，明天一早，苏成就带着他2个徒弟下山历练了。什么？下山历练？他把我害这么惨，自己却想逍遥快活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呢？我不甘心，我一定不能让他活着回来。峰主，小的倒是有个主意，既然正道的手段对付不了他，那咱们就借刀杀人。借谁的刀？魔宗，听说最近血煞宗在落日山脉附近活动。如果我们把苏成下山历练的消息透露给他们，在添油加醋说苏成身上有重宝，那些魔修可是杀人不眨眼的。到时候苏成是死在魔宗的手上，那跟咱们黑鹰峰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好一个借刀杀人！苏成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死！你去通知血煞宗，就说神隐峰的峰主携带重宝下山，身边还跟着2个细皮嫩肉的徒弟，让他们好好招待招待。是。等等，光是借刀杀人还不够，
苏城那家伙邪门的很，万一让他跑了怎么办？我不放心，你亲自下山，亲眼看到他被魔修大卸8块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是。师傅，这里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，这个烧鸡比山上的野鸡好吃多了，我真想一辈子住在这个镇上。大娘，再便宜点嘛！我跟你说，我师傅可是神仙，保佑你发财哦！行行行，送你了送你了。谢谢大娘，师兄。这啥呀？免费的布。这有啥好？免费拿的布。孽！我是带你们来历练的，厉害吧？不是来当搬运工的。再这么下去，黑鹰送的那点零食都被你们败光了，你们等会儿我呀！哎呀，三位客官，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行，把你们这最好吃的都端上来，尤其是肉，这最大份的。嘿，老板，3碗阳春面，再来1碟咸菜。师傅，哎呀，行了，修仙之人要清心寡欲，吃太饱容易堵塞经脉，懂不懂？师傅，哎呀，没钱了，师傅真没钱了。目标已出现，2小1大，正在酒楼吃面。看他们很穷，不像是有重宝的样子。宁杀错不放，盯着他们，今晚动手。行了，今晚为师请你们吃顿好的，为师请客。师傅万岁！都给老子滚蛋！看，滚！都给老子滚开！我们雪上帮帮了。喂，小白脸儿，刚才老子说的话你没听见呢？赶快带着2个小屁孩给我滚！把这条烧鸡留给老子。哎呀，这位好汉，我们的面还没好，这没吃浪费粮食可耻啊！浪费粮食？老子今天不仅要浪费粮食，还要浪费你这条命！兄弟，男的杀了，女的带走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，徒儿救我啊！想动我的烧鸡，我看你们是找死！去死吧！什么头？怎么这么硬啊？哼，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。现在到我了，师长！想跑？想跑？问过本姑娘了没有？哎，真弱，才1成功力都扛不住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看来呀，这些东西没白吃嘛。不过我们打了小的，这老的也该来了吧？去看看。死丫头，偷了我家兽医玉佩还想跑是吧？打死你！我没偷。太过分了，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女孩。师傅，那个小妹妹好可怜，而且她好漂亮，虽然脏了点，但是像个瓷娃娃一样。哼，还敢瞪我是吧？把她眼睛挖出来，打她！住手！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女孩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冲我来！哪儿来的？多管闲事是吧？小妹妹，快起来！小妹妹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害怕，姐姐保护你。师傅，这小女孩无家可归的，好可怜啊！我们能不能带上她？是啊，师傅，而且沈影峰那么大，多双筷子也不多嘛。而且我可以照顾她。
你们两个败家徒弟啊，自己还没出师呢，就学会捡人了。姑娘，这世间冰冷，人心险恶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我护你一世周全，从今往后，无人再敢欺你辱你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恭喜宿主收留落难孤女，触发隐藏机缘，检测到该女子身负九天帝皇气宇，真实身份为九天女帝转世重修身。恭喜宿主收徒未来女帝，触发100万倍暴击返还，获得奖励鸿蒙紫气地冰斩仙飞刀解封。我操，女帝发了，这下彻底发了！出门居然能捡到未来的女帝，以后你就叫江红梨吧。我们走吧。是，师傅。沈隐峰苏成，听说你身上有不少宝贝，还有这么水灵的丫头，看来老子今天艳福不浅啊！魔宗妖孽，你们竟敢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！师傅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而且这个领头的气息好强啊！血煞宗，哎呀，本来今天心情挺好的，不想杀生，不想杀生，哈哈，小子，你怕不是被吓傻了吧？老子可是金丹巅峰，杀你这种靠丹药堆起来的废物金丹就如土狗一般。乖乖把宝贝和女人交出来，再跪下来给爷磕3个响头，爷或许能给你个痛快，否则让你尝尝这万魔噬心的滋味。聒噪！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吧。哼，请准备转身。金丹巅峰竟然被秒了！金丹巅峰就这？哼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浪费我一次机会。师傅，太强了！师傅，好强！什么？秒了！他可是金丹巅峰啊！苏城那个葫芦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不是告诉血煞宗那群蠢货，苏城的实力堪比元婴吗？怎么还派这群杂鱼出来送死？府主，要是苏城知道是我们害的他，该怎么办？苏城不死，我这辈子只能是个废人。既然血煞宗不行，那就玩更大的。反正我也是个废人了，宗门也容不下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大家一起死。府主，这是魔宗的天魔令，你要……没错，我要投靠魔宗，我要当带路党。这就带他们去玄天宗的护山大阵漏洞。苏城，你毁了我，那我就毁了整个宗门，让整个玄天宗被你陪葬。这什么法宝？太恐怖了！哎呀，跑得还挺快，还想把他们储物袋留下。哎，那个师傅，你刚才真的是太帅了！这个宝贝葫芦是什么呀？我也想要。要什么要？这是师傅的底牌，给了你你也用不了。小丫头，吓坏了没？没有，杀得好。哈哈哈，好，不愧是我苏城的徒弟，有胆识。行了，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也该回去了。要不这沈隐峰的草长得比他都高了。又回去？我还想再逛逛呢。逛什么逛？这魔修出来了，说明世道已经不太平了。赶紧回宗，把修为提上来才是正事。我们沈隐峰啊，可好了。哎，怎么感觉宗门的氛围有些不太对啊？
护山大阵怎么开启了？而且这股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是怎么回事9声警钟，师傅，这是宗门遭受密顶之灾的信号。难道是魔宗打过来了？看来我们回来的正是时候。走，咱们去看看，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。这就是神隐峰，穷的连只鸟都没有。弟兄们，搜！是，给我把值钱的东西都搬走。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神隐峰的一草一木！你们这些强盗，都给我留下！哟，还回来几个送死的呢！弟兄们，给我宰了他们！找死！万毒震惊！去死吧！滚！这是谁？怎么这么强？李二，看好，杀人也是一门艺术。师傅好厉害呀！来我神隐峰撒野，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师傅威武！说，是谁放你们进来的？护山大阵为何失效？是黑鹰峰主，他给了我们阵法图，还说是为了报复神隐峰。哼，黑鹰这个混账，身为一峰之主，竟然勾结魔宗，死不足惜。没想到这个黑鹰竟然堕落至此，幸好苏峰主回来的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苏师弟此次可是立了大功，不仅平息了叛乱，还生擒了魔修。掌门师兄是不是应该好好奖励一下苏师弟？祖成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以前本座对你有些误会，没想到你为了宗门一直忍隐至今呢，做得很好。本座宣布，即日起神隐峰资源翻倍，晋升苏成为核心长老。地位嘛，和各峰峰主平起平坐。多谢掌门。不过掌门师兄，什么其他资源的我不在乎，主要是，哎呀，我那几个徒弟，一个要吃灵兽肉才能长身体，一个人把灵药当饭吃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组织开销有点大，要不你把我们神隐峰的月历翻个5倍，顺便再把后山那片没人要的灵药园花给我，怎么样？哎，神隐峰能撑到现在确实不容易，还是答应他吧。也罢，毕竟宗门这些年亏欠了你，5倍就5倍吧。灵药园也归你吧，就算是宗门送给你的补偿。掌门英明，掌门大气。我就先替我那几个败家徒弟谢谢掌门了。把他们带下去。是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苏师弟。师兄有事？师弟留步，以前是师兄我眼拙，小看了你。这次大比，我天剑峰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希望苏师弟不要留手。哎，好说，正好我也想知道，到底是师兄徒弟的剑快，还是我徒弟的板砖硬？哼，老头儿。苏师弟，刚才大比你可是出尽了风头，私底下有可多女弟子打听你的消息。师姐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说句正经的，黑鹰这次虽然跑了，但是他勾结魔宗失败，一定会卷土重来。这次宗门大比，你可要小心他狗急跳墙。你放心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正好我这斩仙飞刀还没喝够血呢。
黑鹰，你不是说那个叫苏成的只是个金丹期吗？怎么，我派出去的金丹巅峰的长老，怎么连个尸首都没有啊？宗主饶命，小的也不知道啊。苏成那个家伙邪门的很，身上肯定有重宝。废物！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，老子现在就把你扔进血池。宗主，再给小的一次机会，小的还有办法。7天后就是玄天宗的宗门大比，到时候各峰的峰主还有精英弟子都会聚集在广场之上，巫山大寨也会因为比试暂时削弱。那个时候我们动手，一定把玄天宗一网打尽。宗门大比啊，有点意思。哼，这次试探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们也摸清了玄天宗的底细。除了玄天宗掌门，其他的人不足为惧。宗主，那个苏成怎么办？听说他有点本事。有点本事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虚妄。此次本座亲自出手，海英，你要是再让本座失望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宗主放心，这一次我不仅要灭了玄天宗，我还要亲手把苏成那小子碎尸万段。我要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好，传我指令，召集所有血煞卫，3日之后血洗玄天宗，鸡犬不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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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儿，饿了吧？来，吃个糖豆。好香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赐予女帝极品丹药，触发万能暴击，恭喜宿主获得太乙金仙丹，受女帝气运影响，徒弟体质自动觉醒混沌道体。师傅，我好空啊！我操！炼气1层！我操！炼气9层！炼气巅峰！这就满级了！这就满级了！这就是女帝的厉害！李儿，等一下啊！李儿，这是为师送的防身兵器。谢谢师傅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赐予女帝废弃菜刀，触发1000万倍终极暴击，恭喜宿主获得诛仙自荐，徒弟手中的菜刀已自动进阶为地兵轮回刃。哇，哎，小师妹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是师傅用来切菜的菜刀啊！切菜。李二危险啊！太残暴了，这就是女帝吗？随便给个垃圾就能变成地兵。这书也太破了，不过给李二练正好合适。反正李二天赋异禀，就算给他一本广博体操，估计也能练出花来。李二，光有兵器不行，还要有护道功法。为师呢，这里有一本从上古绝技中得来的秘籍，里面蕴含着天地之理。为师现在就把它送给你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回收凡间武学，并赐予女帝，触发亿万倍至尊暴击，受女帝气运加持，即将赐予徒弟的功法已自动进阶为6道轮回拳。恭喜宿主获得盘古开天身，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灌顶。拿着吧，有了它，
这天下大可去得。谢谢师傅，这个亮晶晶的好漂亮呀。和你们一样。肯定不一样。我操，要突破了！哦，师傅，这是什么境界啊？这气息比大长老还要强上100倍啊！师傅，兽成仙了吗？师傅，刚才在发光，好厉害啊！这是神隐峰的方向，元婴巅峰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气息，苏成这小子竟然一直隐藏得这么深，这分明是只差一步就化神的老怪物。看来咱们以后遇见苏峰主，就得绕道走了。元婴巅峰，够用了。发生什么了？继续修炼。你说谁会？你吵什么吵呀？我打死你呢！来打架！你还讲理？同学们，今天就是宗门大比了，这是你们的主场，紧不紧张？师傅放心，我现在手痒得很，恨不得赶紧找人试一下。师傅放心，谁敢惹我们，让他尝尝我的香水。师傅，什么时候开饭啊？我想吃红烧肉了。行吧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哈哈，苏师弟，来这儿坐。苏师弟，苏师弟，几日未见，风采更胜往昔呀！听说你突破元婴期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苏师弟，这是我近几日炼制的养神丹，对元婴修士也有奇效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那就多谢了。苏真人，若是今日大比看得累了，姐姐帮你揉揉肩。我去，掌门居然要给苏峰主揉肩！哎呦，天剑峰主居然在拍马屁，这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剑修吗？神隐峰这是要崛起了。诸位客气了，既然诸位这么给我面子，今日大比我会让我的徒儿们手下留情的。那就多谢苏师弟手下留情啊！时辰已到，本座宣布，玄天宗宗门大比正式开。天哪，花子，你看什么情况？玄天宗的蠢货们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！今日玄天宗鸡犬不留。海英，你竟然勾结魔宗，虎山大阵是你破的！我等你们很久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哼，给我上！嘿嘿，小娘子，我看你往哪跑！嘿，敢斗玄天宗的人，问过我手里的板砖了吗？找死！一起上！那小妞长得不错，给我抓活的！想抓我，看你有没有命享用了！好香！万毒噬心！师傅，好多血，他们好凶，我好害怕，我想回家。李二，修仙界就是这样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你若不杀了他们，他们就会杀了你，杀了你的师兄师姐，甚至杀了你的师傅。不行，谁也不能杀师傅。好，李二，那你就去把他们都赶跑。你要把他们都赶跑，为师今天晚上就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鸡腿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真的吗？那我去了。
哪来的小屁孩？还是个练气期的废物，找死！什么？哎，这刀好快啊！切人比切菜还要快呢。雪无涯，本座今日就算是拼上这条老命，也付出代价。各位风主，凌天剑阵起！匹夫撼树，不自量力。给我碎！半步化神，竟然恐怖如此！完了，难道天要亡我薛天宗？一群蝼蚁，谁能挡我？苏成，你不是很狂吗？怎么现在当缩头乌龟了？出来啊！我要亲眼看着宗主把你抽筋扒皮，让你生不如死！喊什么喊？你们真是吵死了！本来想让掌门师兄们练练手，既然你们这么想死，那就只能我出手了。宗主，就是他，快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半步化神，万魂噬骨幡，这可是我用10万神魂炼制的本命法宝。今天让你尝尝万鬼噬心的滋味吧！花里胡哨。你这是什么肉体？就算是化神期也不能这么强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重要的是，你该上路了。哼，还没完呢！斩仙飞刀，秦宝贝转身。好，走，快走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跑，往哪儿跑？苏成啊，不，苏爷爷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是被猪妖蒙了心，看在同门的份上。同门？你在勾结魔宗，陷害同门弟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同门？下辈子做个好人吧。苏师弟，不，苏尊者，若非你力挽狂澜，玄天宗必亡。本座才疏学浅，已无力领导众人，愿将掌门之位传于你。只有你，才能带领玄天宗走向辉煌。哎，别，掌门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个人懒散惯了，我就想当个闲云风主，每天喝茶，晒晒太阳。哎呀，像掌门这种苦差事呢，还是比较适合你的。哎，苏尊者，您若不当掌门，我天剑峰第一个不答应。除了您，还有谁有资格继任掌门之位啊？没错，苏尊者神威盖世，乃天命所归，请苏尊者继任掌门。请苏尊者继任掌门。你们这是在逼宫！我都说了我不想当了。恭喜宿主拯救宗门，声望达到顶峰，触发隐藏任务奖励，宗门气运金龙。检测到宿主即将成为掌门，系统权限升级。即日起，玄天宗所有弟子皆视为宿主记名弟子，赐予物品同样可触发暴击返还。全宗都是徒弟，还能返还？我操！玄天宗有几万弟子，这是每人发一个丹药，那我岂不是要原地飞升了？这个掌门必须当，谁拦我跟谁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但不过提前说好啊，脏活累活你们干啊，我就负责镇场子啊。这是自然。谨遵掌门法旨。谨遵掌门法旨。师傅，剩余的魔宗余孽已全部清理干净，方圆千里皆已臣服。好，
师傅，我新研究的万毒归宗散已经炼成，就算是元婴后期，也扛不住3喜。不错。师傅，这里已经不好玩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到天上去呢？听说神仙肉很好吃呢。不急，饭要一口口吃，路要一步步走。如今我们玄天宗的目标，可不是一个小小的修仙界。曾经，我们玄天宗被人欺辱，被魔宗践踏，但现在我们站起来，不过还不够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制霸诸天，万界无敌。制霸诸天，万界无敌，掌门威武！系统说修成大帝就能娶女先帝，离儿现在还小，看来我得加倍努力了。这大帝之路才刚刚开始呀，老婆，等我哦！全军出击，随我征战天下！是。